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華強北玲姐，今日同大家介紹最新嘅平板電腦 BMax 品牌，有3隻款，呢個廠家有3隻款，最大尺寸呢有13.3，呢個係大禮包裝嘅，呢隻呢就13.3，全高清嘅，啲畫面呢非常之順滑嘅，大家見到啦。呢隻係6+12加內存128GB 內存，可以插支持 SIM 卡，同埋咧可以插支持內存卡。13.3，呢隻咧就11.4，佢個屏幕非常之清晰，你睇睇呢個質素咧可以同蘋果個清晰度有得比啊！呢個非常之清晰，大家可以過嚟鋪頭呢度試下咯。仲有一隻可以大家當一部大手機又得，都係 OLED 屏嚟嘅，超級清楚。內存呢都係128G 呢隻，可以當作大手機，支援到 SIM 卡同埋加內存卡，同埋呢啲所有都有送皮套啊，所有都有送一套個配件嚟嘅，可以送皮套，每個 size 都係啱配噶啦，鍵盤鼠標都有得送噶啦。呢隻13.3呢，佢就係送嗰個無線鼠標嚟嘅。部13.3呢，你睇下呢個可以帶磁吸鍵盤，呢度係無線鼠標嚟嘅。同埋大家你睇睇呢個，見到呢個鼠標話是呢度喐啦 ，YouTube 啊呢啲啊 Netflix 啊呢啲所有都有嘅啦 ，Google 啊、Play 商店，大家想要啲咩嘢都可以自己下載嘅，啲電視節目啊都有嘅啦，大家呢個同埋比較非常之流暢嘅啦，呢隻機你攞到手一感覺就知道啦，做工又非常之好，同埋係高質品牌嚟嘅。呢個國際品牌嘅啦 BMax， 而家大家呢個價錢咧俾大家優惠，呢所有呢啲都配件都配齊嘅啦。13.3呢個價錢咧俾大家1580，呢佢個尺寸咧係4:3嚟嘅，同埋佢個 size 咧就好似蘋果咁樣啦。你攞到手以為啊呢隻係蘋果咩？其實唔係嚟噶啦，呢隻係 BMax 嚟嘅，同埋個內存超級大。佢係8+256，支援到 SIM 卡，同埋可以支援到內存卡。呢個價錢俾大家1280，非常之靚個價錢，同埋超級個屏幕超級靚，所以大家可能覺得價錢高啊。如果大家想啲平啲嘅，我鋪頭全部都有嘅啦。呢隻咧就係8.7寸。好似一部大電話機咁樣，屏幕都係超級靚 ，OLED 屏嚟嘅。我而家呢張紙咧，因為係新機，我未試開嘅啦。YouTube 啊，呢啲啊 ，Google 啊，呢所有都有嘅啦。大家或者啊，想要 download 啲乜嘢啊，都可以幫大家 download 下嘅啦。呢個內存咧就係128GB 嘅，都支援到插 SIM 卡，支援到插卡。而家呢個俾大家呢個價錢。780蚊，非常之靚，同埋好似一部大手機。其實講真㗎，你買一部手機，而家市場上都好多都係4+64嘅，你個價錢咧都係相差不大嚟嘅啦。大家可以過嚟鋪頭呢度感受下咯。BMax 國際品牌，有送皮套啊，啲共發膜都有嘅啦，大家可以過嚟呢度睇咯。如果大家想要價位平啲嘅話，咁可以選擇呢隻喬峰字，呢隻就10.1寸嘅，內存咧就係4+32，呢個價錢咧俾大家450蚊。好啦，今集呢條片就到呢度。我鋪頭咧幾多 size 個平板電腦都有嘅，我有16寸咧，有15.6咧，有12寸。所有啲基本上都有嘅啦，14寸都有，希望大家到鋪頭光臨啊！